刘德昭，皇上宣你觐见，请吧。刘德昭，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？山西巡抚刘德昭，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大人，皇上，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，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，无中生有啊！刘德昭，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？回皇上的话，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，所以怀恨在心。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，盗抢我府库的官银，还有这龙三，他私刻玉玺，伪造密旨，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。皇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臣据查实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刘德昭，臣在。你文才不错嘛，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，难怪你能一路升迁，官拜2品。谢皇上盛赞，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还有皇上，这是龙三私刻玉玺、伪造密旨、盗抢官银的证据，请皇上明鉴。没错，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。皇上，除了这些物证以外，臣还有人证。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，他可以作证。这龙三在借住舒府期间，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，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。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，可召此人进宫质询，此案可立百于天下。不必了，这儿有3个人证，个个都比你那个舒服的管家重要。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，伪造玉玺，乔装改扮盗抢官银，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，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。吾皇圣明啊！皇上实在是圣明啊，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？刘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皇上，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！刘德昭，我也是证人之一，你可还记得我？皇上，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，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！皇上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！皇上，何止他们俩有份儿？刘德昭，臣在。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？臣第一次拜见天颜，内心诚惶诚恐，臣不敢直视天威，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，仔细的看看朕。
是说不准啊。后来呢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？后来那个刘德昭啊，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，一直都还真是有趣。真可惜，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。哎呀，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，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吓得那厮尿裤子了，哎呦，臭的我呀！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，原来这么脓包啊！可不嘛，你都不知道，被拖出去的时候，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，那眼睛是往上翻的，然后吐着白沫，就这样，基本就这样子。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！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臣参见皇上。哎，不必多礼。这个永乐斋啊，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、最轻松，也是最开心的地方，大家随意就好了。一欢呢，一欢，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！朕每次一见到你，一见到你的笑容，听到你的笑声，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，心里充满了阳光。龙小弟，你可是堂堂的皇上，你怎么能许别人听壁角呢？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？你这个声音啊，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。这么看来，你这脚是不疼了？脚是不疼啦，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，特别不好看。哇，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。你以前走路的时候，那可是风风火火、连蹦带跳，没一个样子的。哪有？李公公啊，皇上在吗？索大人啊，皇上跟史淑姑娘去了永乐斋，要过一阵子才回来。索大人，稍候一下。那我就在这儿候着吧。好。这甘国泰的案子结了，我得向皇上汇报一下案情啊。跑什么呢？啊，急急火火的。刑部有人带话，说这刘德昭死活不肯认罪，还说什么哭着喊着要见你。见我？对。糟了，难不成是他给我行贿了2万两银票，这会儿要举报我？不行，我得去封了他的口。你去告诉刘德昭，让他别着急，跟他说，等我见完皇上就去见他。是，义父。刘德昭，快起来！索大人到了。大人请。刘德昭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想见本官啊？索大人，罪囚有要事相禀报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？索大人，罪囚知道，我这次犯的可是杀头之罪啊！可是我仍然想戴罪立功，想换取我那继室夫人秋敏，还有她腹中胎儿的2条性命啊！索大人，你呀，你想的挺美的，你还没想明白呀？自己犯多大的罪你没数啊？索大人，刘德昭，你犯的是诛9族大罪。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已经将你的继室裘敏，还有他的弟弟裘贵一干人等全部捉拿了，不日就会押解进京，跟你一起当街问斩。索大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罪囚这次犯的那是逆天之罪呀！可是索大人，我所要举报的，那也是非同小可呀。是关于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，对于皇后，还有索大人，乃至和盛林整个家族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和他聊聊。这。
德昭，你想好了？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，那本官可以保证，把你夫人裘敏和她腹中的胎儿保下来。这大人呐，我会啊！说来我听听，什么重要的事？索大人，我所要说的事儿，干系到皇家的体面，我想越少人知道越好吧。他没事，他是我亲外甥。索大人，对就说，我听说这书剑之女舒婉心回宫之后，用了没多久，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，是吧？是啊，而且现在后宫十分得宠。可说的呢。索大人呐，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正在受到皇上恩宠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舒婉心，她是假冒的，假冒的。你说舒婉心是假冒的？这个丽妃娘娘是个假丽妃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，现来面圣交旨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二公子，山西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微臣眼拙，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，微臣罪该万死。二公子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是。朕在山西的时候，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，你认不出朕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微臣无能，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，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，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，微臣罪该万死。这山西劫案一事，朕已查明，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甚是辛苦。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，朕得好好的赏你。谢皇上恩典。起来说话吧。是。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。但凭皇上吩咐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。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，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制办，用快马送至京城。回皇上。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，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，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制办。那就尽快抓紧时间置办吧。是。你进京之后，可曾见过你大哥？回皇上，臣乃外臣，未得圣旨，不敢擅见额父。二公子办事谨细，很好。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，甚是欢喜，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。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，顺便见一见你大哥，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。谢皇上恩典。二公子啊，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，请起吧。谢太皇太后。额驸啊，在。依哀家看，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。啊，太皇太后有所不知，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，才华也在臣之上。以前在王府里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。俗话说，
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，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。在哀家看来，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，都不错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谢太皇太后美誉。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？启禀太皇太后，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。哦啊，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，不想你已经定亲了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，将2个儿子都招了女婿留到京城，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。多谢太皇太后垂爱，是微臣无福，微臣一家都特别感恩朝廷的关怀。请坐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哎，哀家虽然老了，但是并不糊涂。哀家知道平西王对大清是忠心耿耿的，所以你一到京，哀家就想召你来见见。太皇太后和朕呢，还特意为平西王准备了一份厚礼。来人，将礼物拿上来。罗父，二公子，你们2位可以先将礼物打开看看。臣遵旨。太皇太后和皇上明鉴，这些奏折都是对微臣父王的构陷。太皇太后和朕之所以要把这些折子送给平西王，就是为了告诉他，这朝野之上啊，有许多大臣都弹劾他心怀不轨，有谋反之心。但是朕和太皇太后的心里啊，都是绝对的相信他的。多谢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，微臣定当誓死效忠大清。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生分？起来吧。建宁，还不赶紧把额驸扶起来！来，起来吧，二公子。你回到云南后，代哀家问候你父王好。另外，哀家给你母亲侧王妃准备了一点心意，顺便带回去。微臣代母亲多谢太皇太后恩典。额驸，二公子，你们兄弟难得一见，大可不必在哀家这里立规矩了，还是到额驸府去续续亲吧。啊，建宁，你留下来陪哀家说说话。微臣告退。皇额娘，哎，当初先帝要把你嫁给吴应熊，哀家本来是不同意，但是谁叫你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呢？建宁明白，建宁定会好好侍奉夫君，替皇额娘分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脚上又犯了，开始疼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之间心事重重？心里想什么呢？我是刚才见了建宁公主，她本来是长公主，何等尊贵啊！可是，在13岁的时候，不得已嫁给了吴应熊。你看，她在太皇太后面前都变得小心翼翼、谨言慎行的，可见这些年来，她一定过得很辛苦、很煎熬。这有什么？身为皇家子弟，又有哪个人过得不辛苦呢？你想想朕，也是13虚岁就已经大婚了，
这些年在宫里，哪一天不是谨言慎行的？直到遇见了你，朕的日子才变得有趣了一些。龙小弟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太皇太后，我看他老人家对你挺好的呀，知道你爱吃点心，还赏了你一盒桂花糕呢。太皇太后跟你不也重重赏了吴家二公子？但是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这个吴三桂啊，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朕和太皇太后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又不牵扯政事，也不必别人家头疼，你就跟着犯晕呢。龙小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平时没人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就是我的龙小弟。我觉得我离你特别近，我们很亲近，但是一旦有别人在，你就是皇上。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，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其实好远好远的。其实你说的这种感受，朕明白，但是朕没有办法。身为皇帝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太亲近，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只会被臣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离朕最近，把朕看得最清楚的人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太皇太后或者是你，因为这个砍了我的脑袋呢？你这个小脑瓜子，天天想什么呢？老咒自己被砍头。放心吧，朕是和你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的。什么？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？嘘，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，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。这消息可当真？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？这刘德昭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，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胡言乱语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。而且根据丽妃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，她几次三番拼着性命去保护皇上，其胆识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。我看此事十有八九会是真的。而且再往深里去想，这假冒丽妃的人，说不定和李氏兄妹他们都是同一伙人。那这刘德昭手里可有证据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，所以他才不敢声张，只是拼着命的想要见我，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。那依三叔所见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？万万不可！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，而且此事又关系了皇家的脸面，我们一定要把真凭实据拿到手里，再一举扳倒李氏兄妹，还有这个假扮丽妃的人，不然打蛇不成，反要遭蛇咬啊！那三叔的意思是？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活着的舒婉心。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，通知山西新巡抚，让他设法悄悄放掉裘贵和裘敏姐弟俩。我们让裘贵替我们找到真正的舒婉心。老三，安排一个可靠的人，把这封信交给裘贵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舒婉心，便可以戴罪立功。不仅他和他姐姐的命可以保住，就连刘德昭都可以罪减一等，保住性命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拿去抹药吧。这。李太医，李公公。叔父的意思是，纳赛和索额图
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易欢。索图昨天在御书房门前候着，准备向皇上汇报顺天府尹干国泰一案。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，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，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，估计没什么好事，搞不好啊跟你们兄妹有关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叔父提醒。你小心点。大师兄，我怀疑刘德昭他把我假冒舒婉心之事通给索额图了。索额图早就怀疑我跟易欢另有图谋，如今他肯定怀疑我们三个是一伙的。他眼下不动声色，只是因为除了刘德昭所言，他别无证据。可此事事关皇室颜面，他一定会派纳赛去追寻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真让他找到舒婉心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，让他和舒婉心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。有劳李太医。丽妃娘娘客气了。皇上，这些就是吴应奇从云南押送进京的永历帝遗物。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的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。老大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，又作何感想呢？还能作何感想？这亡国之君呢，不如丧家之犬。朕看了这些遗物，也很受震动。所以，朕一定要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不过，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自己得注意点了。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，朕更在意的是，如何以永历帝为镜，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，朕也不惧，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，也是没用的。龙小弟，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，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。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，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。这把金钥匙
是假的。假的？不会吧，大师傅，你再认真看看。我是不会看错的。千影，你上当了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师姐，你会不会被吴应奇那小子给骗了？不可能，吴应奇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，他也不知道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，所以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等着我去调包啊！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？四师傅，吴应奇和他爹吴三桂不同，他是个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。人品端方、有胆有识，还谦谦君子。千影，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三师傅，其实樊师姐也没说错，这个吴应奇确实是温文尔雅、多才多艺，而且他一路上特别体恤下人，履行善事，而且面对强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。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吴三桂这种大汉奸，怎么可能教得出这么好的儿子？倩影啊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爹说的对，你千万不要被吴应奇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。爹，在你眼里，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？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奇。我和叶师弟已经跟他相处整整3个月了，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，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？倩影，你爹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想提醒你。易欢虽然生性贪玩，不求上进，可是他天资聪颖，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。是，易欢什么都比我好，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。可是爹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易欢的亲爹是大师傅晋王。倩影，师姐，倩影，这孩子，你以后跟女儿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吗？难怪女儿怪你偏心。倩影，倩影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沙子迷了眼睛。这湖边哪来的沙子呀？倩影，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？告诉我，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。真的没有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人生苦短，我们不应该再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好吗？给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的金面具啊！不过，这是
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倩影不敢收。倩影，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、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可倩影真的不能收。倩影，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东西，难道直到现在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，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爱。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。在思念湖畔回想起你，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而逝。这金面具，我为您一人打造。你若不收它，它还有何意义？这么美的金面具，丢了实在是可惜。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。好。情缠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，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何时再见？现在已经查实，有259名官员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，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冒领所谓的功劳，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。这么严重？何止严重，简直骇人听闻。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隆德多来说吧，2年前，他还是小小的伪属前锋营侍卫，从五品，正是靠着一连串这样所谓的军功连升5级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现在的正2品5职京官。隆德多朕是知道的，半年前，他捣毁了在京城反清联盟的5个据点，抓捕了50多名逆匪，朕还亲自赏了他1件黄马褂。可皇上有所不知，这50多名逆匪，有近一半是被冤杀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些被冤杀的人，都是些遭受了旱灾、水涝的一些逃难的灾民，还有一些是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逼得进京城告御状的一些老百姓。既然这些人是被冤枉的，朝廷也派出了监斩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不喊冤呢？隆德多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，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，都给他们灌下了哑药，让他们有冤难诉。真该死！
其他官员骗取军功，一样是花样百出。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？有，京城护军参领阿必齐。阿必齐，他府上挂的那个国之栋梁的牌匾，还是朕亲笔给他题的字呢。这阿必齐用的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，一路累计军功，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门吏，平步青云，如今已官拜3品。他冤杀了多少人？奴才查实的，这阿必齐杀的300多人当中，只有100多人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，其他的都是冤杀的。更好笑的是，同样一个人名，却反复被杀了5次，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，一会儿是垂髫小儿，一会儿是中年男子。怪不得呢，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给抓起来了。他们一听我的口音是外地人，又无亲无故的，所以想拿我的人头去充数。索土，奴才在。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全部给朕抓起来，送到刑部审理。这。皇上圣明。圣明？你是在嘲讽朕吗？有哪个圣明的君王身边有这么多的贪官酷吏？哪有啊？你刚亲政不久，之前那些烂摊子都是鳌拜弄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身为天子，岂可诿过于臣子？看来朕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能臣和贤臣，整顿一下朝廷的吏治。龙小姐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朱哥哥，你都瘦了，下巴都尖了。你呀，总算知道关心我了。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。朱哥哥，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，却很少主动关心你。小丫头，干嘛跟我说这些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。其实我也不好受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。欢梅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心，我不怨你，我只恨我自己无能。朱哥哥，你千万别这样说，你越这样说，我心里越内疚。欢梅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，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，既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而康熙对你来说，就是一个琢磨不定的诱惑，所以你对他充满了幻想。欢梅，要不要跟我打个赌？什么赌？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？我赌他不能。康熙他是个皇帝，而且他最讨厌那些贪官酷吏了，他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。好，那咱们这就赌上了。赌注是什么？1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？我不跟你赌钱，我赌你的心。如果你输了，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，你也不会再被他所迷惑。到时候，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，做我未来的太子妃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那连我也会对康熙服气。到时候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也认了。好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，已将隆德多、阿必齐等259名大小官员全部入狱问罪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万万不可以！
司徒，奴才在。这259名官员罪证已经全部坐实，朕即刻就封你为监斩官，10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。啊，皇上，全部问斩？怎么？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？不用，皇上，奴才听明白了。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，一直咳嗽不停，浑身发冷，然后还不停地冒汗，一直在咳嗽。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，可是到了今天，为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。奴才想请皇上开恩，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，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监斩？司徒啊，你这病的可真是时候啊！真的，真有点撑不住了。行了，你回府养病去吧。奴才谢皇上恩典，奴才告退。老滑头。皇上，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，也很有章法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。只是他没想到，皇上会如此严惩这些贪官污吏。若是让他监斩的话，就相当于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。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，又不想得罪别人。是，只怕眼下这监斩官的人选是不好定了。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站到大半个朝廷的对立面。臣倒是无牵无挂，但臣是个汉臣，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。皇上让我在暗中协助索大人办案，这倒是可以。若是在明面上对臣委以重任，只怕不太好。朕明白，你不是怕事，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，但是朕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烤。多谢皇上体恤。只是，眼下这监斩官，怕是无人敢胜任了。罢了，那朕就亲自监斩，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歪风。龙小弟，你太厉害了，我支持你。哼，朱哥哥，怎么样？我都说了吧，康熙是个好皇帝，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现在就下结论，未免太早了吧？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，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，那我就认输。好啊，那就再等10日看看。好。皇祖母，近来身子可好啊？老太婆倒挺好。可是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儿的觉了？皇上虽然年轻，也不能太疲劳。上这个啊，其味如何？皇祖母，这杯参茶，汤色清澈，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，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。是啊，水至清则无鱼嘛，浑水养鱼呀。
皇祖母，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。是啊，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。听说皇上一怒之下，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。是，皇祖母，这些人啊，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都死有余辜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啊，哀家也知晓。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，也是不为过。甚至有些人，你可以株连他9族，以儆效尤啊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，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。多谢皇祖母的支持，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。哀家呢，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，全力的支持皇上啊。只是哀家老喽，说上10句话，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。孙儿听出来了，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？皇祖母，咱们祖孙心连着心，你要是有什么话，就直说好了。皇上可知道，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？知道。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，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，饶他一命。哀家为他求情，并不是为了亲情。皇上，你要知道，你擒拿鳌拜，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？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？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？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颗棋子，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，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。这些人有的是该杀，有的是错杀，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在你擒拿鳌拜之时，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，在京城实行了宵禁，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，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。皇祖母，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？皇上，你虽然年轻，但是呢，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，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，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。好吧，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，夺去爵位，革职为民吧。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，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，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。皇祖母请说。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，牵一而动十，牵十而动百。你还太年轻，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，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。皇祖母的意思是，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，望皇上处理他们时，需多多的酌情考虑。这些画圈的，不妨就最简易的；这些画勾的，最好是立即释放。只有这画叉的，则立即斩除。皇祖母啊，这孙儿啊，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，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。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，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？你要相信，皇祖母的所作所为
都是为了皇上，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。皇祖母切勿伤怀，在这世上，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。你明白这一点就好，孙儿啊。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，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。这欲速则不达呀，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。朱哥哥，咱们等了好几天了，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。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？你呀，总是不听我话。我们先回宫吧，估计不会来了。哎，我还不想回宫呢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吃串冰糖葫芦。你呀，就是一只馋猫。走吧。嗯。你慢一点，别转晕了。你要吗？不给。哎，这个。小听说啊，来这个地儿试一下，怎么样？看看，不错吧？今天这地儿还真不错。是啊，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？哎，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，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。哎呦，是吗？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还知道一家小店，那里的姑娘弹的一手好琴，那小曲儿唱的，哎呀，可了不得。是吗？是啊，这跟你们说啊。心痒痒的，哎，这样下次看看呀，我来做东，咱们玩一玩。哎，朱哥哥，那不是隆德多吗？难道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为首那个是隆德多，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？3天以后就问斩了。很明显，事情出现了变故。环美，看来你赌输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。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。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，而且，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？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。环美，别傻了。像隆德多、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，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，那对他康熙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，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环美，哎，师叔姑娘。皇上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见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。哎，龙小弟，师叔姑娘，您轻一点，皇上睡着了，别惊扰了圣驾。哎，师叔姑娘，小声点儿。龙小弟，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，他是喝醉了。啊？皇上喝醉了？哎呦，老奴该死！老奴该死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，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了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阿比奇、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朕对
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。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剧情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！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你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，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康熙的骗了我，康熙的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。朱哥哥，我
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机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环美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。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儿话。老大，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诗书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。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，相信他会明白的。
真没想到，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，怕是落空了。虽然计划落空，但皇妹及时醒悟了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啊，那就恭喜大师兄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，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。只怕这付出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但愿吧。师弟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快了吧？吴应奇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。吴应奇的大哥吴应熊是建宁公主的额驸，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，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。哎，应酬肯定是有，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奇，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你别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！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，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！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脸上的伤，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，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。还有小师妹，其实她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二公子。吴应奇出来了。这，走，我们跟着他。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应该是见什么人吧。师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跟进去看一下。快跟上他们！师弟别急，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，吴运奇应该还在客栈里。哎，师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，而是吴应奇。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。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，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。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。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。
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，必定是在等什么人。师弟，你看，湖中间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吴应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，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。